喺 Sun Life 永明 We Care 代表住我哋對你嘅關懷，我哋關心你旅程入邊嘅每一步、每一段經歷、每一點成長同每一個成就。由你職業生涯嘅第一日開始，到每一個事業嘅里程碑，我哋都一路伴隨你，邁向你成功嘅每一步。我哋會按照你嘅生活節奏去設計合適你嘅學習方式，令你可以平穩起步。我哋亦會為你安排導師配對，同你一齊會見客戶，實時喺前線支援你，幫你累積實戰經驗。隨住你不斷進步，我哋會配合你嘅步伐，陪你成長。透過個人化嘅專業指導同工具，幫助你拓展客戶群組，建立屬於你嘅業務。我哋亦會提供進階培訓同專業資源俾資深顧問，等你同客戶建立更深厚嘅關係，為佢哋帶嚟更大價值。我哋亦會同可信賴嘅機構合作，協助你提升領導力同專業技能。隨住你嘅事業不斷發展，我哋會一直留守喺你身邊，幫你規劃一個充實又有回報嘅未來。因為你嘅進步，你嘅客戶都會成長；因為你嘅成功，你嘅客戶亦都會隨住獲得更佳嘅成果。發揮協作共贏嘅精神，彰顯合作夥伴嘅真正意義。呢個正正係 Sun Life 永明承諾 We Care 嘅真諦。